学语能力初级认证，口语测验，看图表达，参考答案，持分神录音。照亚装课表，8月做得上电脑课，上2节课。2. 阿法的台北车站坐公车去了，会经过中正纪念堂站、公馆站，最尾会到通惠园站。3. 亚装图地图作档有2本书，作的下背有一只黄色的马尾，同一双红色的鞋。4. 照亚种博爱错的图片，应该按样本老人家、有身康的人、行通模仿片的人，还有男性人类的人先错。5. 照亚种课表，拜5的第4节课做得学客家话。6. 阿法的东门上车后，会先到台北车站，再经过盐山站、石牌站，再会到淡水站。7. 田径3项比赛，会先游水400公尺，再骑自行车10公里，前面走2.5公里。8. 路况也3则标志，是讲要注意行人的，注意自行车，慢慢的行。9. 台湾的北片上有中国、韩国、日本，南片上有缅甸、泰国、越南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尼。10. 照亚装课表，当初12点开始了当初吃饭，了到下晝1點10分。11. 記者車咧，港燈、木竹太麻粒，大嘴粒的，人悄悄的，作夾的，短褲的，還有作風鞋。12. 也3則標誌是講，做唔得做法，做唔得停車，做唔得本人啲也未過。13. 也種公告是通知信義國小愛辦校慶運動會，愛喺信義國小運動場舉辦。14. 台灣的人口有2300萬人，同新加坡的人口比起來，台灣的人口較多。15. 也土地圖，什麼的數項拿等報紙同寫手吧，準備愛收舊時。16. 亞裝圖是提醒考生的考場度，做唔得食東西，做唔得用手機的行通電話同電子書本的。17. 照亞裝歐洲地圖，同法國聯鄉下的國家是德國、瑞士、西班牙，同法國無聯鄉下的國家是英國。18. 照亞裝圖表，拜二早晨有1節英文、1節國語同2節數學課。19. 亞裝廣告單是講，農曆7月初1到15，餅的同汽水有買1送1的發通。20.
亚张图最蛋糕嘅排三张图，各系红色、橙色、黄色。红色嘅切口向右偏，橙色嘅切口向蛋糕，黄色嘅切口向左偏。21，爱好食英国嘅红茶、德国嘅烟肠、瑞士嘅牛腩、法国嘅红酒，还有西班牙嘅葡萄。22，照亚庄公告，研游会系到1805年12月18号举办，到下晝4點結束。23，照亞莊廣告，天奴輕貴，愛賣2萬嘅元，翕相機輕便宜，賣5990嘅元。24，亞莊土地圖，上嘅地圖有黃色同白色嘅結尾。上嘅腦袋有紅色、橙色同黃色嘅球誒。25，照亞莊公告，係愛了解研遊會嘅詳細情形，做得打0299583762請專線上門。26，阿發愛對屏東去雲林，愛坐往北嘅火車。先後會經過高雄、台南、嘉義三座大站。27，下擺亞莊圖，左邊係三座紅色嘅圓圈呢，右邊係兩座橙色嘅四角形。28，照亞莊圖，地食東西前，上片數後。還有愛同學愛交戰前，都愛洗手，將唔會本流感車到。29，亞拜研遊會，呢頭一太嘅人做得參加棒太索比賽，前位唱山歌嘅人做得參加唱歌嘅比賽。30，亞莊地圖巷，離台中清泉嘅係苗栗縣，離台中清遠嘅係桃園市。